才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同款嘛是在点上新要来关心政治消息。2020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党内即马亲像是牛条来搭牛母，郭台铭可能有计划，王金平嘛有准备。咱即马要来听王金平上新的回应。这是民间关心台湾生存发展的人士他们的建议。那他们认为现在这个两大党呢都不值得他们信赖跟一个期待，所以他们期待有一个大联盟的一个产生。那呢，希望这是顺天应人、应运而生的一个这个组织。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以捍卫中华民国、维护台湾主权为主旨，那么来进行筹组。那这个组织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内部的一个这个整合，或者是一个这一个谈论，所以这是民间关心台湾的人士所建议的事情。那因为这个反送中这个事情这个香港的这个众志秘书长的黄之锋是特地来台湾，他昨天拜会了林飞帆，也拜会了黄国昌，那也跟院长这边有做希望见面的这样的要求吗？没有，没有。那院长会排斥跟他们见面吗？到时候再说吧。那院长还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昨天这个吴敦义主席到了高雄，是跟韩国瑜直接当面拥抱，破除了幻觉，你怎么看？这非常好该尽一切努力。那么希望呢，国民党最后能够在这场战局中翻转，这是党主席该努力的地方，也是该这个呈现出来的一个风度跟气度。那院长您怎么看？就是这样的传言是不是就等于被不攻自破？算了吗？当然就把它认为是不攻自破的一个说法嘛。希望国民党也能够真正团结。院长接下来有要跟宋主席见面吗？还没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再见面。